后来，这个疫情指挥中心嘛要求各景点假日爱来管制人数，若超过容量的50%，就不准过来进入。所以，台中市政府针对宫庙开发着全国首创的视讯系统，会当看到台中11间宫庙内底影像。民众看这个网络的视讯，会当决定什么时阵要去庙里拜拜。拍开网站，台中南屯万豪宫内影像马上出现，会当看到虽然有4众咧参拜，不过人无多。安尼我用来摆吼，因为这样子这些安全距离都够了吼。安尼就会当判断是毋是要去庙市拜拜。除了万豪宫、台中市区，包括镇南宫、鹿成宫，总共11间宫庙影像，拢会当透过这款方式查看即时影像。想要拜拜，若是看到人多，就先卖去，避免群组感染。这段时间大家比较重视的是旅游景点，旅游景点。可是我们觉得光是旅游景点还不够，宫庙本身就是人潮聚集的地方，也是重要的旅游景点。市政府讲，11间宫庙目前嘛有配合规定，实施人流管制。这间庙当时上侪只会当进入100个人，若是达到上限的，庙门口就封闭。